欢喜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天气冷食火锅，会当掺一寡中药材，用食补来增加免疫力。中医师讲，像这个松马、枸杞、红枣、姜黄等等，拢会当增加咱的肺甲肝的功能。只要食火锅的时阵，随意甲掺一寡，就会当强化咱的免疫力。小汤汤的汤，较上啊，慢慢来啉落去，小小真满足。中医师建议，若是当伫个汤内加一寡简单的药材，也会当增加抵抗力。人参是用的是白参，所以它是在补气。枸杞的话，属于是补益肝肾，比较不容易造成一些补过头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情形。除了经常看到枸杞、人参，也会使选气五加这个药材，会当补气气，提升气管的免疫力，也有抗氧化的乌膜，容易买到骨俗，会使配饭，嘛会使加入饮料内面。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因为之后，当你身体变好了之后，才可以抵御外邪的入侵。医师表示讲，若是搁较讲究一点啊，会使加灵芝或者是汤草。不过这药材比较较歹买，因此提供配方，甲餐厅业者合作，甲中药材研磨做粉，若当加入火锅汤头，嘛会使加入咖啡内面，袂影响气味，而且会当强化免疫力。